連農夫都要作翻首《Mon Hun 之歌》歌頌佢，就知道 Monster Hunter 有幾受歡迎啦。新一集又嚟啦，今次 Mon Hun 3G 唔玩 PSP， 出喺新機 3DS 上面，梗係要試下佢有乜唔同啦。3DS 個十字掣就喺蘑菇棍下邊，用 PSP 方式嚟揸掣，棘晒手行唔通。廠方都專登加咗個虛擬十字掣，左手移動，右手篤芒轉視點，但用落都唔順手。都係用翻跟 game 出嘅擴充配件，幫 3DS 加支屠龍棍，當堂順翻晒。個配件用紅外線連接，直接笠上去就用得，裝拆都好方便。有咗碌棍幫手轉視點，右手手指公唔使專登懟入中間篤芒，連棍板都係貴普通版百幾蚊，俾多少少玩得順手啲，好過打到燥底，成日問候班怪嘅娘親啦。講翻遊戲內容啦，今集有翻 V 版嘅水中作戰，呢隻海龍就係其中一隻強敵。喺水入面動作唔靈活之餘，仲要兼顧上下左右，冇咗支屠龍棍轉視點，好難望得實隻怪㗎。打下仲要記得專登上水換氣，咁有挑戰性，各位獵人們係咪即刻心思思想出機呢？